评弹电视艺术片张丽华弹词演唱专辑汇聚了诸多张丽华的唱腔作品，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演唱风格。其中有用立调演唱的开篇《情人绝命》，啼笑姻缘选曲《雪地会凤》，用余调演唱的选曲《雪山记告状》，苏州第一家初会三师太用讲调演唱的选曲《玉蜻蜓文轩哭观音》和苗金凤赠凤等。张丽华充分运用评弹一曲百唱的特有艺术手法，把握书中人物思想情感，唱得动情感人。评弹电视艺术片张丽华弹词演唱专辑充分运用多视角的电视拍摄手法来体现演员和曲目的特色，营造电视评弹特有的艺术片，加上苏州园林厅堂式的舞美意境，更凸显出苏州评弹的苏味，让欣赏者得到视听双重完美结合的艺术享受，赏心悦目，意犹未尽。你说提官
浮云顶面难，只为全家也没得事。去年当的去年所以白沙兵那两股也毒一军门里香为娘送公这知门边，心不黑，不大度，因为君子意不虚。
神口香身躯
人去，飞龙代替松香，如今去是永分离，我去下为君气度早，他真看的泪可风息。不，大爷他不会来看我。可恨啊，你的因为家人，虽然我说不应允一家的你，我爱你怎能将你害？去一个爷爷说你的子王大义，老大同我干生山云天大义啊，我今生来到得来生必做出马风夕日。